喂，谁乱扔东西？哎呀，你怎么走路都不看路了？哎呀，你乱扔东西，你还要理啦？我不懂什么理不理的，没空跟你啰嗦。哎，这什么人嘛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哎，猪头骨，这还挺新鲜呢。喂，哦，原来是个土豪啊，难怪这么好看。既然不要啊，我就捡回去了。这不是吃了吗？这都怪你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。我先尝一下。怎么了？你没看到吗？不是，今天这猪头骨怎么那么香啊？我做的菜什么时候不香啊？今天这个猪头骨特别香。对了，这个怎么做啊？这个是干蒸猪头骨，我就说了你也不懂，赶紧蒸着吃吧。这我也不懂。